呀，歡迎各位聽眾，我諗真正辛苦，個無聲個無聽。哎呀，不要緊啊，當然我客人介紹好一搞掂啦。當然我諗會介紹，我嚟夾邊隻正面嘅報告，即係白小特別咁樣快介紹你夾邊隻先。呢一時我俾自己報告新聞，聽一鋪幾落海。哎呦，咱這我請我買隻啷那是。到底路江那邊未聽到話咧？你看到話你過去咧，另外一個 audio feed 嚟聽哈。當今咧要介紹我哋嘅嘉賓，哈魯是我哋嘉賓，即係禮拜是我攞隻老椒啊，隻真隻老嘅椒啊，個特布魯，隻古無端嚟講我拍殼啊，歡迎個特布魯。大家好，歡迎，好冇？好。正節我諗把你解發覺到個特布魯嘅朋友其實是頂到我先去到個大漢嘅隔壁厝邊嘅人嘅嚇。對。真好笑，攏白白讀咧，甲人住個凳。有時我奇怪，這屬於 at 如果 at 伊嘅。係啦，是我諗白你都較好笑呢。有個另外一件呢，就是阿蕉。我諗老椒阿蕉，歡迎。Hello，歡迎來賓，你好。大家好噃。好，隻古冇佢講啦，嗬。Happy New Year。Happy New Year。Happy New Year。本是今年過一年滿播，還沒特別啦。係啦，是。今仔日呢是我老師同你講啦，今仔日是幾號啊？今仔日是14號。對，搞。今仔日是14號，1月14號。你有時頂一禮拜攏聽到節目咧，就是係你開學嘅咯，是都好幫你家開學嘛。你真好笑嘅故事講咧，頂一禮拜時講我都未記啊。對唔對咧？你唔係白見人講一禮拜開學講咧，是人講即係是好嘅故事，特別比如那邊我未 start 啲整咧，是個特別 suggest 我隻 idea 嚇。對。特別我唔知你是唔是我唔知我阿格呢寫嘢大多呢時間佢哋人講嘅時間，隔嚟簽都冇得去講。特別當今咩我俾報告就係先啊，報告就，啷人有捌聽過即個這四人嘅班嘅podcast 啊？這四人嘅班，Lonely Classroom 啊，寂寞教室。哎呦！講好話啊！講好話嘅嚇，我聽我人不聽過哦。冇啊冇。都非常之 ring 啊，冇呀，都唔記得佢。係咪嘅？都 join 落。我知影，我就未注意聽。那是啷聽到，啷那是落掉，你問開你 feed 咋，你問聽你 feed 咋。那是落掉聽我這 Skype 就好啊，問聽你 feed。Anyway，我甲人講呢，報告就先，那是講我冇聽過你寂寞，我則講啊，寂寞，我不要講寂寞，係咪孤單啊？我講是孤單，你是孤單，寂寞嘅交涉，唔知啦，其實有你你講好話誒，你講喺台灣應該叫燒麥。哦，燒麥啊，表示小錢蚊咯，即係線嘅班啊，你即職壓一人到底冇人關到係班，誒諗即個 podcast 我佢聽看啷到啲即禮拜啷去外邊咧，可見到佢嘅網頁會好都會看到。我係隻 link 住佢 ，I think 是成個是我唔記 link 上面，呢是馬哎呀唔記啊 ，anyway 你 keep 你可見到 comment link 佢，冇到是攞隻新嘅 website 叫做 siaran.net， 頂住禮拜會 announce 過本咧 actually， 頂住禮拜 announce 過嘢，特別佢就 announce 過 siaran.net，siaran.net siaran.net 佢入邊嘅我就 list 個料出來，你部上 Malaysian 嘅 podcast。你好，報告新聞個係咪講？OK，我覺得repeat 個人講下，頂一禮拜講過啊，是我會去 New York City，
去 New York City 是2月27號到3月1號，3月2號，到啲 New York City 就是你買來，我買到啲 New York City 錄音，那是本來學見聽就，那是你聽掉，你來隨話，咱就錄音去食，去鳥鳥去食。然後個有即是個有對。個有迄個，我俾唔係見你定時你拜講佢有賣講啊 ，OK，OK，啷出去有啊，個每人看啷出去有咧泡咩垃圾頭係使 scan 係嘛？都係 scan 嘅。泡咩垃圾頭 scan 得嘅我啦，誒我冇。Internet 應該有啊。泡咩有咩？我唔是會看泡嘅，我係看。我被看伊幾號是係咪節？你係話 scan 我都特別冇食嘅啦。冇食，唔係我係食。我個係食。你成日你免殺到你 scan 12個節咧，你 scan 嚟隔9個節嚟學玩看。一個月特別你慢慢。喂，係咪？你講是 scan 都冇事嘛？不要緊，別人嘅 scan 好嘛。But anyway，咱 OK，咱第一 start 啦，第一 start 來講，咱嘅到底係話題啊，咱話題是咪講好嘅人啊？咱若是個有到底迄個錄講內面嘅 chat room 講話，你錄啊使去做啲個 poll 到底朋友，我就 start 隻 poll。So 自己講我學自己講啦。個大不如你講你topic 上面你講好嘅人啊，好嘅人嚇。咁即係叫好嘅人咯。那就 how do you consider 你其實個是垃圾條好嘅咧？那 do you consider yourself？我 Paul 入面咧是咪啦？你有 consider 你自己是好嘅人咯？我當佢冇去問看伊，佢就是冇啦。我諗自己講人自己好嘅。我對人冇講自己有類，我對人冇講自己冇嘅。你咪每個好？你看，目仔嘛，看開搭車啊，大阿毛佬。是哦。邊咧係咪酷是邊咧是有人姐姐？我是垃圾條好嘅呢，有類啦，就是講你若是想愛係咪？對攤俾攤愛咪是算好嘅咯。是哦。你若是講。你想愛嘅物件，你問想愛你想真正市場嘅物件，成個我買這幾世界啊，你會買幾皮革起來那款物件啦。特別迄個成個平常時愛哈，我買 iPod 去買 iPod 哈，都是最好嘅啦。我看下啥，然後當佢每看，人去咧鋪，I think 冇人去鋪嘅，有時未看未到時候，若是講人去咧鋪，到啲路江入面後，你去做咧鋪啫。我唔知到底路啊嚇，到底到路係啲啊。到底係得落啊？我唔知啊。誒冇啊。對面啲對面。哦，對，即唔是即，喂，真係得落啊！正。點解？這邊嘅攞去訂啫，攞去邊這邊對面訂啫是answer 之類話，但係人講冇啦，即未來本是了辣嘅啫。錢不夠用嘛，鐳冇夠開嘛。鐳無夠開，你就係鐳本無夠開嚇。對嘛？你 OK，格特布魯咪你安怎？你講你會講係咪物件咧關係係咪物件？我淡薄other idea，本來特別你講你嘅先。是講講好嘅是有哩啦，我 agree 就係頭先你講嘅咯，就是講你買物件是鐳唔是頭一項你想到嘅咯。嚇，所以你唔是講成日鐳唔是頭條問題。嚇對，then 像阿舅講嘅咯，大辦個有類大間嘅辦個換大頂車。誒特別換大頂車，係咪算大頂車咧？嚇，當今日嚟講就成。你講換係咪車是水去有啲 BMW、Mercedes 你只好嘅，你阿媽在路咧度。我阿媽啊，對，個 driver。對咯。lagi ada 大概看你是幾類嘅你是幾歲嘅好嘅咯。哦，對本。我你是少年好嘅，無可能你阿媽在路啊。啊對。少年呢個自家換水你自己換。水嘅車個。啊 sports car。啊對。咪你出來有幾頂車嘛？
嚇掉出嚟，當今有車啦，較 common 啊啦，頂到較人較細漢嘅時出嚟，那是有人厝根本無車嘅，你知佢間厝本無車嘅，當今有車啦，較 common 咯，較平常啊，當今。係啊。嗰隻啲咩摩托？嚇，特別摩托，我當時特別你有摩托嚟講，你對騎士司機啊嘛，你唔講對有車。對啊。邊咧一個 family，阿面有啲有一頂車。我當未看，我未看一樣嘅厝規定車，但係我6個人，我講無類。特別當今我要問另外一個 post，我要問how many cars does your family have？ 四個人啊，我就只不過我做 assistant 教拍呢物件。One， 我是。頂嘅是羅頂啦，你厝你 family 啦，你厝內兩邊啦，然後我當佢去做你波，我 start 你波啦，佢你倒手邊嘅，那是啲路江嘅去看下，倒手邊只頂面看我家裡見得落，看我家裡見頂咪，然後看你厝人有幾頂車啦，有一頂咧，應該個另外只是半頂嘅哦。冇車呢？有 family 嚟講都，我 family 係咪？較濟嘛是 at least 兩頂咯。較濟當今暫時啦，有一個人有3頂特別看你 family 大細，特別冇插路啦，當你去做你鋪就對啦。你去做，你說你出來嘛，個有2人呢，然後一頂車2頂車嘛是 OK，嘛是真正一頂嘅咯。特別那是你厝內面有8人大呢。冇想啊嘛，對啊。佢 common 較濟拍點有兩頂嘅話，真係人。because 爸媽一頂，一路基本上都嚟講都是 adult 啦嘛，都唔係細貨啊嘛。對。所以當今啊，我看咩物件，即係 I already tell them in December, I send you also can。哎呀死啦！我哋注意看人拍我係 message， OK，你講到對邊物件，講到對邊物件，當然那是咱冇去做啦。後尾去錄講嘅，你 video 嘅對面看，我就你見掉你 poll 為 BOLL， 那是你唔知係咩咩 BOL， 但就係去所你去選看，經看你處上佢似60%嘅人講是有兩頂車，40%嘅人講有3頂車，無半人有可能一頂嘅，當佢暫時啦。5人呢特別，人佢咪去做忙半段，我那時聽 video 先，我看到 video 我係邊去好去下邊看 video 嘢啊。然後我被講到對邊物件，覺得不如，那時你講人講邊物件，你愛買係咪就買，無差你大漢就細漢啊。你講你愛買係物件好，你無想講，哎呦死唔知有類買哦。啊是有啲物件是根本想到，哎呦是真正貴。咱咪講你真正你較貴物件啦，咪講是你真正貴，成個厝啊，咪咱咪講個咱成講成個除了你成個就掉就俾嗌物件食物件，嗰啲物件啦。handphone 咧 ，handphone 就特人就佢世界都用 at least 拍啲一粒嘅。對。handphone 我每人嘅 handphone 佢類攞人嘅，你俾你 handphone。我。ringgit 啊㗎， ringgit， 我係900呢。900就半幾啊，算。應該我講冇半幾，我冇貴啊。阿超咧？阿 John 我係是500塊 ringgit 冇超貴。哦，安真係半幾啊？呢地方。我 second hand 呢？哦，你自超呀？你是唔是特別換？你是唔是特別換電話？冇。我拍一個換。哦，你唔是小電話入面？我冇小電話。哦，我就小電話。我就小電話，等下，哎呀，我要開嘅咧，我要開 sound effect 啦。我覺得你好唔行 crash 我 computer。咪準。係咪？I mean，嗰隻人講好夾夾無好夾是你。成日都細漢嘅時，你咁你去講到件事，出事話啲好夾人嘅出嚟，係咪會得你大波嘅比較少？當今人是變配大漢人都大漢咧係咪？
大漢人攏做工嘅，較濟，但是家己會使 afford 嘅嘛，所以就無個講好嘅，也較無好嘅啦，是講。好啦，OK，咱咪講，家己，但是較近講個啦，咱講厝人啦，咱厝人是算做好嘅，還是無好嘅啦？啊，若是講你這出事嚇，你若是講你這出事是你厝人嚇 ，already 有喺一間厝嘅，I mean 你就唔是啲講了過啦，你係啲行了你講了嘅人嚇。就是應該是做好嘢我看。對，你我看可能話你這出事就是大厝。嚇，特別若是講係明環到啊嘛。對。是咪個大布魯呢？是哦。為啦。因為我出事時大寶個條做工水厝呢，不然無買厝，都無車啫。都很無算好嘅咯嗬。係咯，但是講你出事嚟啊，你係出事嚟，你就出事。即係個人講啦，人講出事時，因為咱家己做工嘅時個無相，咱換淡薄，但是你個搬出來大，後面個同我講嗬，咱當然講你家己出事時啦，你出事就啲好嘅，是無好嘅誒，即係決定咯。你看看，咱有出事時有車無車了啊？咱出事時咱有車，唔咱厝人有車。有特別是。我有特別是，古早啲嘅車叫做達森了。是我不是，我就是不是達森。伊後尾伊 logo 時候，上架時就後尾飛機嘅飛呢，一下在尖後尾。較長嘅邊嘅車。邊嘅。嘅尖啊，就白色嘅，冇開除嘅白色嘅。但你冇 aircon 嘅，你咁加藤啊？加藤用加，用手加啊！冇啦，先可能細漢時有 aircon 咧，佢又大咧，嗰時完全嗰時 aircon 就歹咧。我車冇 aircon，I think 我等夠啊！我只骨只大漢咧時夠 aircon 咧，有 aircon 時嗰只好潮嘅，我爸係個咁少，唔敢開。加藤啊！加藤啊！你話講做咩事？講那個麥開，講撩 gas。係你有一個bằng實的噃嗬？你攞儲電機哦？有。啊，覺得不如咧？I think 我這出事時應該是無電視嘅，等過了幾歲才有。等我爸本無。我爸是話這麼多年去做工，咱最後伊做工company 互伊公司嘅車咯，所以換轉來咯，不唔是家己嘅車嘅。哦，แล้ว水厝你講你是水厝？水厝。我真經驗搬厝嘅。係啊，未怪咯，咱接來嘅幾禮拜啊，咱講搬厝嘅 future 是講搬厝嘅事 ，after 真正過嘢是咱講搬厝嘅。應該是水厝嘛？水厝定就搬下。水半年呀，伊個出租買水下路啊，叫路走，所以我搬厝搬7、8擺啊。勁哦！是哦，我有真經驗搬厝哦。或者咱就未講搬厝嘅事啊，或者請你搬厝本身你 suggest 嘛定住嚇。對。แล้ว咱講若是講當今咱講到啲，若是講人好嘅啦，若是你真正好嘅啦，當今你就講嗱，你講嗱，你若是你有700萬啊，你會做咩？700萬夠咩？哇！若是我700萬，我要做咩啊？冇啦，講你掉隻過來。掉白標，我會做咩？我掉白標啊！呢我就買我講嘅厝嘅興了去咯，買一頂新車，了買一間厝到一邊，好我嘅 parents condo 到一邊，了到啲邊呢，我自己個買一間 condo 到啲邊呢，所以對於是太正行嘛。你我對於是我買 first class， 700萬冇夠。700萬冇夠啊，冇夠我開啊！是咯，
特別我想下，你講咧，那是你當佢談真正這類，那是講你免講100萬啊，幾萬啊？你是你開未了就對啦。你嗱，好嘅人，係咪好嘅人？你無感覺呢？有類嘅人會變做國家有類，無類就國家無類呢。伊問講佢係職業啦。因為冇你。你有類嘛？類在也，大家話類嘛？啊也啊，對啊，類攤類，你也投資，你也投資，這就是佢還是小銀行摕利息出來，這就是國家借嘛。哦。但是你有這個本嘛？咁你有類啦，講你在也來投資。但是你免冇本呢？免本叫做滾。冇本呀，你冇本呀，你也來佚佗呢，就是博呢嘛，博賺的，博丟的賺，博就是聊兩樣咯。博的呢？橋咩？橋呢？這個。你一時我講那是講到談者這類啦，而且你談者這類你當今你要做咩阿舅？厝。買厝啊？了來就出水咯。喂，哦，แล้ว你ไปเป็นอันจ้อยชู一就是condo啦，condo 係興水啊，特別在新加坡這邊，只你若講你使暑假你使去看condo，你成日你應來講，你若是個還是個關係來講，你使去排隊，你排怎樣新隻有condo隻出來呢，你使去try to 成日買咯。你未落定呢，可能就有別個 agent 出國家管嘅價錢，叫你賣可以啊。哦，即係做生意可能佢食，對咯，你可能佢你未好定對呢，你就後來呢啲談一筆咧，你可能出國家管嘅價錢別路嘛。哦，所以你談你這度也是。對話，你話你要有這個本事性啦，你要有嗰個本去做電可能唔驚。談官。冇到，弄聽到聲嚇。你聲，這是好聽嘅聲，好聽。แล้ว哎呦死，這是人講到這個臭話事啊，撲機事。啱未掉。แล้วกระตับปูรุ่น是講你真正好嘅，你會做咩呢？真正好嘅，頭一項特就是免做當金嘅工，莫為着錢做工啊。莫為你做工。有。then 現個了嘅厝，個了車現個了。你欠你 mortgage 啊？免特特個個現少。現個咩？係啦，唔知我爽我特特個啲咩現少啊？แล้วก็想愛做咩？我咧，我是成日同佢我想到啊，我哋喺你累咧，就係這個銀行裏面借利息，人家講係利錢嚇，แล้ว佢借แล้ว特特只用佢哋累嚟開的，然後特特個節，笑哦，我講條我上次有累啦，很笑，係咪嘅？特特你會成日很笑呀？我成人無講無算好嘅人嘅，人家反想，是講你when你有影好嘅吼，I think 伊無點聲想款物件。你去想別行啊，想咩好嘅？如果好嘅人嘅頭腦是人家想嘅呢？你識得當今人 imagine 啊？I think 我是拉薩，唔係，我是拉薩人撒傾講起來本唔是講真正職業無類本好嘅定價等都係唔是講真正職業無類特別當今本是算會使嘅啦嚇。我 OK 啦，唔是講我愛較談嘅這類本嘢啦，是講談大部分無夠，特別你是講算職業起來個唔是嘛，啦有工有咩嚇。所以，我講我感覺我快歡喜，同我比如就competition，我滿足就是我把你無半點誒credit card 哦，無欠啦，無欠 credit card 類，無欠啦，你有興趣哦？有興趣興趣啊？冇。哎呦，後面啊！我係識。係咪？冇咪講，未使講用你咩嘅？你講下聽你見啊？你講咩寫咩？
佢真細漢時。啊，佢得細漢嗰時嘛是想到講話，你若是累呢，你買迄個去環遊世界。啊哈，แล้ว當劍都愛玩咯。嗰時愛玩啦，但冇累啊。好啦，咱玩，咱活到時看好時。我當見你好嘅啊，當見你是講你想話你是真好嘅，你當開裏面想嘅當見。哦，但你咁我本身我感覺講，就做工是拄着一件是好嘅人，攏對去食飯咁面，但你我講啊有類人愈夾嘅啊。哦，尤其是邊有類那唔敢學你驚你偷嘢咯，係冇唔是驚你食嘢。樣有類愈唔敢開啊。哦，誒，咱是安尼看咧，我看咱是咱無類是咱小講，是咱有類啊，嗬，咱就是較大坑咯，嗬，特別唔知咱有趁咧，就是有類嘅是咱唔知佢安尼，嗬。不，啲邊咧有類人甲無相哦。哦，你看你邊去有人安怎？邊咧真係有類人嘅咗，特別嗬未開無開嘅。未曉開啊！你看你啲邊咧時，哇！你看到哇，穿這個 T-shirt 很拖下行 supermarket，特別真有類哦。特別我是感覺啦，無插伊人，我講特人特有，若是有類來講係啊，伊特有一項物件啦，咪伊較自家開嘛。有個人是想啊，伊生成伊好嘅來講，滿好係特別，伊對伊穿衫啦、穿鞋啊，咪是完全無問。也無去無自家嘅物件啦，然後伊類咪是無去那邊開咯，你知啊？伊是對人講無重要啊嘛，即係去買清水嘅衫，還是去食啊你較咧較整個 high class 嘅 restaurant 啊，啥物件物件對人嚟講是無咩清差咧，因為咪人開你到啲百位咧，開到啲嗰物件較好開啊。因為呢邊咧冇會開，是我邊咧你冇會開，邊咧佔緊一半嘅呢？係啦，冇嚟 Starbucks 啊，乜一咁？你先講出嚟 ，Starbucks。你去食咧？係咪？UK or 阿貝 join 啊 ？UK or 阿貝 join，阿好嘅，你每看一個字彈鼓勵聲。伊特登啦，我冇伊咧。我係朋友啊，我係朋友。伊嘅電話還是伊嘅 Skype？ Skype。哦 Skype， 你好啊，你好啊。你玩咗下咯。你到底 Skype 你有 send contact 哦？你去 contact 時有 send contact 一時叫伊嘅好啊。哦啊，是唔是我白你了啊？我朋友想。對，是都白嘅，都白。你我時當我看到你咩講？咱because咱唔是好嘅人，唔是算咗好嘅人嘅時，所以咱家只勤口講我哋係好嘅人先正。所以咱特別要講嘅時候，點樣就，咱是要講話。人白嘅好嘅人。啊，人白嘅人在好嘅人啦，伊人會生，哇，是算咗話咩？你看到是垃圾好嘅，你知啊？你成樣做下面物件時，你是看到哇，呢啲是好嘅人嚟做咯，就是。這大頂車咯，有這咧 Mercedes 啊。Masili 啦，不是 Masili。但我嘅我 at 即係我你講琴日你問聽你 live fit 短跑對啊？即係我你講琴日你問聽你 live fit 短跑。Hello，聽你啊。Hello。你問聽你 live 計琴日啊？琴日嚇 ，OK 即係哇，真正佢冇，你咪嚟嘅話嘅節目嚇，是頂到到自然 gathering 嘅時候，你出聲掉咧。是咯，唔捌記嘅。哎呦，歡迎啦，歡迎thank you。講感謝嚇。你當劍我是要問啦，我去問到對，確定我問到對你話，你就做物件講嘅嘛。我要問即隔了人，你若是講你看到你家己身邊內面有家己有拄到會好嘅人啦，
样是做虾米物件是你拉萨地讲啊，这是样好嘅人家做嘅，虾米物件？我講正啦。嚇，你講聲阿蕉。嗱，我一個朋友啦，啊，買車免講嘅，學 cash 嘅。喲，因抓字啊，這是。你係咪車啊？係咪車滿好啊？誒，少人咯。係咪車滿好啊？但係還 cash 樣咯，免去還咯，係還免去講嘅咯。哇！就係這類一談，有路呢？夾搭部路呢？我捌嘅咧就是細漢到大漢毋捌坐過public transport。巴士過哦，乜坐巴士啊？出節有人知啊。Then 未到12歲呢嗬，到了位去到了，去過 Japan 啊，去 London 啊 ，every。你看到時，你話沙沙個，哎呦，我真希望我哋好唔神咧喎。都無喎。佢冇啊？因為要甲我講，要真少坐 bus。哦，係啦，我知係一種。因冇有時 feel 到，because 伊厝人啊，但係是買開坐巴士嘛，你坐巴士咪都好妙，車坐咁唔坐講，係啊。你變做一樣成啊，伊較濟人，到底較 normally 人較就是咁我坐過巴士過啦。對。你變做成啊看見啊，可以變做對人嚟講是變做 luxury 嘅，很睇去坐巴士。你成日放學咧，好往去拍籃球，讓喺參網拍，讓袂使去。哦，叫伊上好嘅叫人綁票。對。啊，即係你學啊你？哦。成有嘅人是用買枕頭龍頭，還買只誠貴嘅咯。300 check out。500。哎呀，買成Egyptian cotton 啊。冇啊，燒嗰度，燒嘅咯，所以咧，請你俾佢啲屌誒尖頭狼，屌嘅尖頭狼啊！冷學劇話叫做，好了咧，屌嘅尖頭狼咁俾佢，我係媽係 cos 屌嘅咯，我係媽中國嘅媽。講嘅屌嘅你。阿媽係佢屌哦啊！你講過，咩咧？食得貴嘢咧？啊你名稱榜咧？對。喏，有人是安尼嘛？不，因為買成日買衫吼，買鞋啊，買咩？有人無講是後禮拜一般係買，因為要穿啊先。你其實另外一個係唔是好嘅，係你是你愛變。你是愛變，你唔是就是好嘅啊！你是啊，佢只會穿啲票頭嚟看。你是腳擺掉喺邊嚟？大家係 LV 啊，咪 Gucci 啊，掉喺。我係遐是 Gucci 咯，我係最準是即個 Prada 嘅。我係白白冇事，你講咩票啩？咩票最好誒？我未曉，冇整票頭嘅。我講聽，我當去看啦，當看自己衫啦，第一季啊就衫什麼票，當去有誒。3塊罐，成日查某可能較貴淡薄啦，查某衫，哦，夾搭布魯，特別夾搭布魯家己訂嘅。第一季咪是南面衫啊？咩南面衫？你南面衫是 Triumph Bermuda。有design。你內邊衫咩 brand 最貴啊？真貴啊，巴魯。係咪？最最好嘅 market 係南面衫，就樣 market 啊，真貴一條，可能條布呢。那冇幫行啦，留不起。你叫布地貴哦。啊，地少布地貴。屌嘅南面衫。厲害喎！小我企嘢估。OK，แล้วลองจู่ๆ iPod
哇哦，哈，有，敢若有啊，敢若有，敢若不有，我哪喏？你信的啊？冇啊，冇先啊，我是估嘅。我問你啊，咱到底馬來西亞本來嘅 standard 嚟講啊 ，iPod 是唔是隨做上個卡隨做卡，那是有賺較濟類人甲咁買還是點物啊？隨啊是我啦。因為我看哈咪5分5倍分啊，有買本啊？有。handphone 咧貴時我可能對馬來西亞是，แล้วอาจจะ咧จู่ๆ有時香港你字名出來哦啊。我感覺大 Asia 嗬，亞洲，亞洲嚇，樣正咁買咯，正 phone 啊，咩樣咁買。你電器物料你是講？你想嗱，我就正算拋啦嗬，算嚟200幾拋啊咋，แล้ว磅咧200幾磅啊，你算嘅 convert 起來 times 7，幾千塊，2-3千塊一個 handphone 有冇咁買好啦？哇！你算講樣嘅 salary I mean if you might convert 嘅 rate 啦，你 salary 未 afford，and你想話。我就正買一個 handphone，maybe 嗱你做2節3節會講，但你大平時做幾節會講啊？對，我問俾你講未？我按照我聽到我嘅聲，然後你係咪？你請 headphone 咯？冇啊！請 headphone 啦，好先。冇聽到我嘅聲，我聽到我嘅聲。可唔可以除 headphone？佢叫你 Apple headphone 嚟查。Apple headphone，我係去吹，冇我聽到我嘅聲，我講我上到時我聽到我嘅聲。แล้ว但我咪講，但係佢哋一到端嚟時，咱個講到端，咱談，意思講咱談一箍，開一箍啦，你就真開啦。到底英國開是到底美國開嚇？你對佢馬來西亞時候，伊物價變做成只貴起嚟，咱換尤其是同伊是英鎊咯。馬來西亞物價貴，CD 貴哦。至少一包10塊嘅。嚇？嗰貴包嘅。切了卡穿曬金嘅啊！10塊咧。10塊一包啊！哎呦，還沒寫嚟。沒寫，幾啲咕嚕就沒寫嚟，但我睇到。同埋我實我 laptop 啦。哦。แล้ว當然講到對，講到對，好嘅人做物件個同埋你講流行咯，แล้ว但係你講到後邊就。J Cruise 咯。哦 ，J Cruise。我冇話 J Cruise 一擺人特別幾人。咁佢咧是佢佢世界差唔多佢㗎了，做咧冇去 J Cruise 佢啦，連番件。特別咱講咩？有一種人。什麼嗰時有女人嗰啲㗎啦，差唔多有女人嘅，實際上是。邊嘅你先嘅你講哦，你當然講你有女人無好嘅話，係是你減少，減少 ，OK。有你無啊？我看我捌你幾日你有好嘅，阮真正大，唔是講大坑，有兩種是大坑啊，是俾互人看嘅。有一種咧是愛點嘅，有類呢是一部去點互人看，特別你按照隨點呢，往時成啊，我就是講我學日來講啊，我覺得是我被食山，我咪去跳啊要，貴先 brand 係咪嘅？貴先 brand 咯，成人都一個我呢隻 Gucci， 哎呀冇啦，冇1000塊。我第一件你好，我第一件呢，這就是啊，一想講，哎呀冇啦，冇貴啦，哎呀冇貴女人啦，30千呢，這半件，哇，好靚哦，你有一把嚟冚落去啊！你咁打咯，我覺得嗬，個這是因何。
啥用即个有名牌物件，佢那是样诶，啥 part of their life 啊，所以样无等啊。哦，嚇對對對，有你是成個一無去點嘅，實在是你上面只想到會買 bag 就是 Gucci 嘅。對哦，啥样等诶是伊規間厝把你一卡back 爾，所以會等。我捌咧是伊厝內面規個吼是20-30卡迄個 brand 嘅 bag 嘅，伊就無等啊嘛。對阮咯，特別是看人阮嘅啦，即無差不多有類無類不，阮是像嘅啦。對哦。哇呢，我看那是你有得有嘅啦，那是咱講老實講啦，老實講，你好嘅淡薄你買咩？我本係咯，成咁我唔使，我有冇講晒就唔夠，唔使講，我唔使講，冇，亂講，阿姐我阿講。嗰啲只我去嚟 Malaysia Embassy 嗬，領事館，然後接時嗬，看到隔了係 Malaysia 特人嘅啦，少會得到嘅就係 LV 嘅 bag 咯。哦，係啦，當見我計別打你嚟嘅，四人乜路啊？四人乜吞笑啊？講你啊！唔錯咧，看到哎呀，成日感覺成日感覺坐落可能而家變咗係個落邊坐落啊。一定聲我唔是抓狼。因為會諗，你呢是 LV 是 BL 嘅。你聲 I'm not an LV bag。因叫大陸 brand 啊。係咪？有啲 LV 大陸啦。因叫 LV 叫大陸 brand。哦，點解？是中國嘅 brand 啊，因為大陸từng人半超嘅嘢係之類。哦。變咗成日嘅路邊嗰啲嘢。我真係冇明白，特別我在有個人寫信，伊係一卡 bag 是伊真正好 quality 真好，可能有買。特別我唔知咯，上貴啊啦！我唔夠，特別未講誒，但是你學我嚟講，那時我就有旅遊，你叫我買你 computer 咪講，哇！我就比較少，特別你叫我買你衫咪嘅，嚇！我咁開咯，所以我有時甲行課講，人是電裝啊，上面唔是哦。特別咱家己啦，那是講你是真正好嘅嚟講啦，你幫到良心講，特別是有一項物件你買成個，因為那是我累啦，我買做物件嘛，然後確實嚇物件，味水水，做家己水水，哦做家己水水咧，哦，你睇佢做 makeover，小路 personal trainer 啊，呀，很啊，練成佢水水啊。แล้วยัง suggest 你想提議你無想你食蝦米 food 啦，你皮膚較好啊，你健康較好啊，咁樣啦。一個營養師。我咧學花膠，我咧學花膠啊，我咧要啦。明星啊，係實明星啊。係糖分。我係糖分，我家邊是白白呢，其實貴呢。死我卡手未好，可能我女嚟講學意外卡手係好。哎呀，我講天啊，頂到真係故意整嚇，我只係你鋪到嚇，你鋪到嘅機就啲隻 plastic bag，我嗰度到啲 studio 裏面個。頂到知道唔知幾時落咧，落過時，唔知有成糖哦，我就 winter 冇得死咯。哎呀，你一個咪講咪，咱講好嘅人嘅抄款嘅物件，你抄款你未打慳嘅好嘅人嘅款嘅。但係我未打慳，我講條我未打慳上面咯，我未打慳就是成日講，哎呀，這鈔票啊冇幾年啦，5,600呢。我未打慳就講，尤其是被講學兩天啦，那是因家己好嘅人甲好嘅人講，我差唔多意思啊。就被講學你特別好嘅人甲好嘅人講，乜是隨款嘅，是被鬥邊嘅。哦，你10,000啊！哦，我係冇講只貴呢啦，貴淡薄那個300,000呢咯。超標咯，超標啊！真正貴啊，超標。誒，我講條新加坡人嗰個質，嗰個舊呢，我話。有啊。是啊。我在新加坡唔知是因為鐳好彈㗎，還是
樣嘅行數，比如有人成哇，sorry 啊，新加坡人唔是㗎啦，新加坡人唔成年啦，你知啊？為嗰陣別人非新加坡嘅聽就蠻得罪人，佢咁成我對佢個數路。咪講你水款你大陸有冇會？然後我是咪講你票你手錶真係貴嘅，是用你 diamond 做不連做呀？嗰隻手錶好似手工嘅。我手工用手做嘅。有。我冇穿手錶嘅喎，看我冇穿。就是你是 handphone 哦？啊，我用 handphone 嚟都掉。我是這樣。我冇架手錶啦，我個穿是隻手鏈啊，你講物件 accessory 我個穿特別我冇架穿手錶，因掉個轉啊，特別。你往時個別先嚇你衫，先別夾你衫是啊。講到對頭媽咧，有類人嘅超款。哈對。我拄過一個，我去真貴嘅 restaurant 食物件啦。對我來講是真貴啊，真。一項有一個度嘛是一個安迪應該是真有類啊，所以伊叫嘅菜個係是真貴啊，就特別啊，伊賣伊個 waitress 講攞嘢煮嘅物件互我食。哎呀，這原來是水款啊！呢個成煮，伊叫我貴物件，個人講，哎呀，你嘢真係煮隻物件嚟好玩嚇呐！所以個 restaurant 嘅 manager 本唔知安怎解 communicate。喲，你咪講。我看我是看裏面，我甲送出來安怎係物件嘛？看到裏面在拄你嘛，炒你食你咪拄了咯。打你一把，你看。我就伊本無感覺歹勢。你水款了啊？這裡呢？我安呢？我不對對，一個真水款的咯是，那個我是做 retail 嘛，so then 係俾物件好了，伊應該是淡薄少啦，因為伊講啊，你是淡薄少，淡薄嚟荷爾蒙無平衡咧，咁樣，佢少見啊，其實淡薄情緒化啊，咯，แล้ว伊俾物件好แล้ว伊行咧冇咩好厲害，แล้ว個伊類點咯。จะติ่มที่ลุยบินทางอยู่เขาได้จิกเอาเลยแล้วจะปั่นตัง嘅嗬ลุย啊有係掂啦จิก嘅如果佢對人嚟講是正無好嘅可能就ปั่ตัง嘛對人係嘅嗬แล้ว我看下伊咯我看下伊咧伊看了我講就無歡喜嗬你使買杯還是無歡喜你使買杯我講還是你別使特別起笑我講我使叫 security 來 serve 你就類，因為一類嗰邊係能夾下話，就你明唔明？如果我雖然是嗰邊做工吧，你本地 respect 我不是 human 嘛，你別使成，因等成搞呢嚇，是啦，你一條驚者咯，你一拔刀來，因為我看佢第二刀來本來我冇當作冇拔啲，我知是伊嘅咯，伊會聲我已經，佢到你就拔刀。哦，你估叉燒啦佢。聽唔出，我傾地字嚟咯。你嗰個小嘅是，伊本未講超款啊，不，伊真好笑哦。伊來啊嗬，แล้ว伊情緒變化嗬，到10分鐘裏面，佢再變一個情緒嚇你喎。แล้ว伊真有類嘅，伊講啊，伊來啊，伊講伊歡喜咧坐落來，伊講แล้ว我是做makeup嘛，แล้ว把佢做好，伊歡喜啊，แล้ว伊講如果我以前做我真水啊咪，แล้ว歡喜就直接啊 ，after that 伊講你甲我 touch up 淡薄我 makeup，แล้ว touch up 淡薄 makeup 好，伊好咁好哦，未笑佢啦，touch up 掉。伊講我 ruin 伊 makeup 係我想，佢就講做歹伊咪卡片入去，但伊好像成情緒變化講，好講，因為我係 driver，我係咪車夫啊，多個好等我了啊，แล้ว我等下去一個波係咪袂啊慘了，無時間 get 對係咪直好，特別好啊嗬，5分鐘過後時候，伊互我 tips 5磅。
啊就笑嘢，驚人一會累嘅，笑。誒，係兩個講碟是物件啦，同馬來西亞冇關係碟呀。我左邊定點啊？啊叫，咁啊，留學陪換嘢。講學累是有算 service charge 嘅嘛？嗰條學碟啫。特別有啲人 consider root 你就都學碟是。講啦，我同你講啦，啊講。我聽到就是知道我教我去即係正普通嘅牛蘭那間嘅 restaurant 啦，係特別是大啲即係有女人嘅區嘅位嘅。但係是快半期 reasonable 嘅，特別即係我去教是真濟人。即是到底新加坡啊？到底新加坡嘅，都有女人都第一條款就是自家 complain 咯。哦，我本是個 complain 嘅其實，我唔是自家 complain，我是報插，我就未識我就 complain。Sorry，OK，你 continue 講。啊，邊個同你講啊？即係嗰啲有時會做監媽嘅咯，咁㗎。係咪監媽？監媽啊，係咪啊？報應。哦，karma，哦。啊，咁講其實真係人嘛，你樣無夠人手嘛，都無夠卡手咱。你看啲特特度啊，你真係有女人啦，面大頂，特別你面成幾大力。哦。你有一個我都好似我見嘅老應該是退休嘅先生嚟。退休嘅先生。看就知，退休咧就看就知啊，幾百變咧。我都幾百年啦，不教佢哋啦。我唔係，新加坡嘛，你看都知啊，都講按摩啊，個嘅事，恁伊個菜來了嘛，了特別伊部即個頭腳參媽嘅。嚇！恁話直接叫 waiter 咯，直接叫，一無人，一人 waiter 嗰啲無影嘛，無插小耳嘛。嚇！你講話邊個去咯？講你做咩事？你家己去呀咯？你再講一秒。我學咧，所以應該也好啊。你講到後面，點解聽唔到吉氣？我學 service charge 喎，應該也好啊嘛。哦。我唔知係你淡薄當淡薄 idea 唔知 ，because sometimes I feel 到有啲 service quality of service 有啲Malaysia本時就差唔多 actually。service industry。你嗱譬如講，你在就是你在家己嘅迄個像 consumer 嘅 right 到咯，你定個加驗證咯。我本是屬於較驗證嘅，特別我是你拍到頂嘅。我未拍到頂，我只 friendly， 特別我只驗證嘅。我悄悄就講啦，悄悄就講咧，你話特別我是行我朋友行個邊車車咯，是叫佢知啊是啊。我成日那時候唔是物件來啊，做誒物件無好似，還是無唔是我愛，我是叫佢短期佢做過我。唔係你可能 OK，特別我講嗱，嗰隻種啊，就係 item 有類啊，就佢你可能食 restaurant 啊，你辦來嘛，哦，還是為得未記嘅，我都講話等嚇佢半點鐘無夠咧，紅險起行啊，起銷啊叫 manager 來啊。Then after that, OK， 咱做好路咯。我愛唔驚我愛路嚟睇。I mean 你唔驚上來咧嘛？我唔係食咧，路壓起，我愛看到路壓啲後期300湯嘅位。你笑啦你。即係咯。我愛咧，I mean 我這邊有格，路簽，特別我愛路你反做咯。等我講下，差唔多點先，我咪知道我講到啲你咪講關係嘅了 anything about 你好嘅啦，咪叫咪講下咪個 before 你聊嘅事情，我哋講啫。吉特布魯，我拄過吼是種有影有夾有類好夾嘅吼，因為我下晝做嘅工吼，我去個了有類人嘅厝嘅，所以我拄過只有類吼，啥 weekend 啊，用家己洗車，用隻 T-shirt 洗車，但伊是他哋厝嘅頭家，就只有類用食漢堡嘅。調本啦，我本白會你先咧。
因為厝大間甲5層樓，伊某隨伊愛用 handphone call 伊，拜有時我就去看到伊家己洗伊個車。我看啦，那是我，這個呢，學安呢？我不是贊成伊講嘅啦，因為我感覺是迄個伊樣本身真有類嘅，แล้ว個有類嘅就แล้ว像迄個有類嘅吼是怪濟本啊，是講樣看那個濟是 pattern 個了啦 ，pattern，แล้ว迄個真有類嘅咧吼，通常樣袂安尼看 attitude 個個濟是。nothing to show 咧，冇需要 proof 互人看咩物件嘛，即係咧是咧半趟曬個被 proof 互人看啫。是啦，像愛穿貴款啊。特別咧，若是講我真正有類咧，OK，咱講若是講一項個，我都真正若是講我等於只有類來講下，我背一項物件第一要緊物件要做咩？行外處去咯，講嘅處。我是攤做一項物件啦，你使攤做一物件，我是行噶啦。若是講我無知，我就隨好嘅，好對唔對？是啊。我無欠人類，是講喺買厝，你買，我是無 credit card 嘅，你類無 credit card 嘅，無欠 credit card 嘅類係咪啦？特別本是成有車，我車有啲行了，都唔同派就好啊，當叫我車有啲行了，特別厝嚇，厝都是你厝，咱唔是好嘅人，就是成日只幾年嘅20-30年嘅你講厝嘅迄個嘛，所以就是講㗎，你退休嘅時間講了就講，所以那是趁興起迄個我就隨咗隻爽啦。因為我無講隨咗好嘅，愛攏知啦。但是好嘅嚟講咯，我都俾較濟聽講咯，逐擺一日禮拜嚟聽一擺，好你一箍咯。แล้ว我那是好嘅，那是我好嘅嚟講，好嘅我是要 travel 咯，要 travel 就是嘅。是啊。你講啦，較濟你做工嘅人係，特別無咪談 holiday 嘅人係，你較濟是就你成免做工啦，我特別去 holiday，vacation 就爽。阿蕉呢？阿妹就會講 anything 好嘅人 ，before 咱冚大，唔是冚大，咱冚掉。就咱話幾人想好嘅較濟嘛是，你若講只好嘅人較濟，含到樣無，也無愛變，無愛可能。maintain 是 maintain 啊。maintain 特別話就係你感覺都哇好了，特別就係其實我感覺就有嘅樣嘅家庭觀念咪㗎，你對個講句一擺。樣家庭觀念啊 ，family 嘅啥物啊叫咩 relationship 加下面咯樣。出來家庭嘅關係。較無呢好。較好。好嘅嘅好還是無類嘅好？我感覺好嘅，萬面即本是看個人嘅啦。係啦。像你看樣有對嘅啊，即本是大幾百出邊嘅，特別阿毛佬幾百出邊。特別有梅浪啊！你講若是有類來講啊，你唔是成個佢被敲假灰咧，係啊對哦。得咯，敲假灰。係啊，香港戲。敲假灰告訴過。有啊 ，actually I think 特你 family 們有呢款嘅，較濟們有呢款嘅issue 嘅。敲假灰啊！你睇你讀假灰，但敲佢敲咪貴。安尼有兄弟嘅咧，較濟嘛是講感覺講。特別都無咧，若是你爸母都無假灰，後你去敲咪啊？敲假灰有類無類人不有敲啦。對啊。敲下咧，講你一百蚊敲啊，會大本敲。係啦，包括一個迄個厝啊，要加就最名，你看嘛。有厝嘛，叫得有厝個通加。尖頭狼要敲去500，再搞尖頭狼。OK 啊，感謝我嘅嘉賓啊，這個W感謝，แล้วก็感謝這裡阿蕉嘛寶啊，แล้วก็導遊各位同學啊，感謝來參加我這節目。OK，所以下禮拜咱嘅話題上面，等我看看下禮拜是11號，11號是幾個數 ？OK，แล้ว是女人新正是我講就係新正是我有要做新嘅topic啊，就是成講啊，你新正洗厝是啊，掃厝啊，呢物件，一個新正改嘅topic，另外一個topic
禮拜，咱我要做紅包甲薄膠，你就攤紅包，你叫嚟薄膠一種，物件，你講你是白刀嘅特別嚇，你實不有興趣講咧，咱就叫我邊咧我見到講一個，你時叫我 forum 會搞到按照 sign up，OK 啊，感謝各位聽眾嘅收聽，然後聽眾甲我人即個特別嘉賓啊，甲特布魯阿蕉甲感謝啊，拜拜，拜，我 music 到到下一邊 ，OK，拜。